大家好，歡迎返嚟 Alina 閱讀社。今日我哋嚟講權力。史丹福大學商學院教授 Jeffrey Pfeffer 佢開咗一堂課，專門教學生點樣喺職場入面獲取同埋運用權力。呢堂課好有爭議性，因為佢唔係叫你做好人，而係教你睇清楚權力遊戲嘅真相。後嚟佢將呢堂課嘅精華寫成書，書名就叫《7條權力法則》。呢本書出版之後引起好大迴響，有人話佢太現實、太虛偽。但係更多人話呢本書終於講出咗職場嘅真話。呢本書教我哋嘅嘢好簡單，權力唔係天生嘅，而係學得翻嚟嘅。而且如果你想做成啲嘢，想推動改變，想保護自己，你就必須要有權力。今日我會將呢本書最核心7條法則全部講俾你聽。大部分人對權力都有偏見，一講到權力就會諗起政治鬥爭、出賣原則，所以好多人會話我唔想咁樣，我想憑實力講嘢。但係作者話呢種諗法本身就係最大嘅障礙。書入面有個好深刻嘅觀點，真正阻住你嘅唔係外面嘅世界，而係你自己。你對權力嘅羞恥感，你對自我推銷嘅抗拒，你對失敗嘅恐懼，呢啲先至係令你原地踏步嘅真正原因。作者舉咗個例子，有個學生叫莎拉，佢喺一間科技公司做產品經理，能力好強，但係每次開會佢都唔出聲。有一次佢嘅老細問佢點解咁靜，佢話我驚講錯嘢，驚人哋覺得我蠢。老細同佢講咗句好到位嘅說話，你知唔知？當你乜都唔講，其他人只會覺得你冇料到，或者唔關心呢個項目。呢個就係第一條法則嘅核心，你要走出自己嘅路。咩叫走出自己嘅路？就係停止用內在嘅恐懼同埋道德枷鎖綁死自己。好多人會覺得，如果我主動爭取，會唔會顯得我好有侵略性？如果我表現自己，會唔會俾人覺得我好自大？但係現實係冇人會為你爭取，除咗你自己。書入面有句金句：世界唔會主動發現你嘅價值，你要主動展示你嘅價值。呢度有個好重要嘅心態轉變。權力唔係污糟嘢，而係工具，就好似錢一樣。有錢嘅人可以做善事，都可以做壞事。重點唔係錢本身，而係你點用。權力都係一樣，你可以用嚟保護自己、推動項目、幫助團隊。如果你拒絕權力，你其實係拒絕咗影響力，拒絕咗改變嘅可能性。作者話，如果你真係想喺職場有返啲作為，第一步就係承認我需要權力，而且我值得擁有權力。呢個唔係自私，而係對自己誠實。第二條法則更加顛覆，佢話如果你想突圍而出，你要學識打破規則。聽落去好離經叛道，係咪？但係作者嘅意思唔係叫你犯法或者做啲傷天害理嘅嘢，而係話太多人將規則當成定律，結果綁死咗自己。書入面有個經典嘅案例，有個初創公司嘅創辦人，佢想見一個好重要嘅投資者，但係嗰個投資者嘅助理話唔好意思喎，佢未來3個月都排晒期，你可以發郵件申請。一般人會點做？發郵件然後等，但係呢個創辦人點做？佢直接去咗嗰個投資者成日去嘅餐廳等到佢出現之後行埋去，唔好意思打擾晒，我知你好忙，但係我有樣嘢想同你傾2分鐘。結果呢，佢哋傾咗半個鐘，最後攞到投資。呢個係打破規則嘅例子。佢冇跟發郵件然後等呢個規矩，而係創造咗一個新嘅接觸方式。作者話好多時候，規則係為咗篩選走大部分人而設計嘅。如果你老老實實跟規則，你只會同其他幾百個、幾千個人一齊排隊。但如果你敢打破規則，你已經行咗出嚟。當然，打破規則唔係亂咁嚟，你要識得分邊啲規則係硬規則，邊啲係軟規則。硬規則係法律，係公司嘅核心價值，呢啲你唔可以犯錯。但係軟規則，例如要發電郵先可以見到某個人，要等夠2年先可以升職，呢啲其實係可以挑戰嘅。書入面有句話，當你打破規則，你係喺度改變遊戲，而當你改變遊戲，其他人就跟唔上你。好多成功嘅人其實都係規則打破者，佢哋唔係最聰明，而係最敢行出安全區嗰班人。第3條法則係關於表現。作者話，你有幾多料到，其實冇你表現出嚟嘅咁重要。呢句說話好殘酷，但係好真實。喺職場入面，人哋對你嘅判斷唔係靠你做咗幾多嘢，而係靠你展現出嚟嘅自信同埋權威感。心理學有個概念叫權力展示。
研究發現，當你表現得有自信、有決斷力嗰陣，其他人會自動假設你有能力。相反，就算你好叻，但係你表現得唔肯定、唔夠有信心，人哋都會懷疑你。書入面有個好生動嘅例子，有2個人同時進入會議室，一個人低住頭，細細聲坐喺角落，另一個人自信大步行入嚟，坐喺中間位置。你估其他人會覺得邊個更有影響力？當然係第二個。而呢個判斷可能淨係用咗3秒鐘。點樣展現權力？作者提供咗幾個具體嘅建議。第一，肢體語言，唔好縮喺一邊，要展開身體，佔據空間。開會嗰陣唔好坐最遠，要坐近主席或者決策者。呢啲細節會令人覺得你係局內人。第二，講嘢嘅方式，唔好用太多可能或者我覺得呢啲含糊嘅字眼，要用肯定句。我建議我哋應該咁做，而唔係我哋可唔可以考慮一下。第三，回應要快同埋果斷。當人哋問你意見，唔好話等我諗下先。就算你未有最終答案，都要即刻俾個方向。我嘅初步判斷係呢個展示出你有決策能力。作者話有啲人會覺得呢啲係扮出嚟唔真誠，但係佢反問，點解你要假設真實的自己一定係嗰個唔自信、退縮嘅版本？可能真實的你就係嗰個有自信、有影響力嘅人，只係你一直壓抑住佢啫。書入面有句說話好有啟發性，你扮到夠多次有權力，你就真係會有權力。第4條法則講嘅係個人品牌。作者話喺現代職場，你做咗幾多嘢其實冇咁重要，重要嘅係其他人點樣記得你。呢個聽落好表面係咪？但係作者用研究數據話俾我哋知，人哋對你嘅印象90%係基於你展示出嚟嘅形象，而唔係你實際做咗啲乜。書入面有個案例，有2個顧問，一個叫湯姆，一個叫麗莎。湯姆做嘢好認真，經常超時工作，出嘅報告好詳細。麗莎做嘢效率高，準時收工，但係佢好識得喺關鍵會議出現，同老細更新進度，喺公司內部活動曝光。1年之後，麗莎升職，湯姆原地踏步。湯姆好嬲，佢覺得自己做得多好多，點解升嘅係麗莎？老細同佢講，我知你做咗好多嘢，但係其他人唔知。麗莎令所有人都知道佢做緊重要嘅嘢。呢個就係個人品牌嘅威力。你要令人記得你係做某件事嘅專家。例如，如果你想做數據分析，你要令所有人一諗起數據就諗起你。點做？每次開會你都分享數據見解、寫文章，分享你嘅分析方法，主動教其他同事用工具，慢慢數據專家呢個標籤就會黐咗喺你身上。作者提供咗幾個打造個人品牌嘅方法。第一，揀一個你想被記住嘅領域，唔好樣樣都做，專注喺一樣嘢度做到出色。第二，主動分享你嘅成果，唔好等人發現，要主動話俾人知。例如做完一個項目，發 email 總結成果俾相關嘅人。第三，建立能見度，參加公司活動，加入跨部門項目，喺內部平台發聲。你要令自己嘅名字不斷出現喺人哋面前。第四，同有影響力嘅人建立連接。你嘅品牌係由其他人背書建立嘅。如果一個高級主管同人講呢個人好叻，你嘅可信性即刻上升。書入面有句金句，喺職場入面冇人會主動去發掘你嘅才華，你要主動展示先至有人睇到。第5條法則係關於建立人際網絡。好多人一聽到呢個就頭痛，覺得好虛偽。但係作者話，建立人際網絡唔係虛偽，而係生存技能。點解咁講？因為喺現代組織入面，資源同埋信息都係透過人際網絡流動。如果你冇人際網絡，你就接觸唔到機會，聽唔到消息，聞到支持。書入面有個好現實嘅例子，有個員工叫 Mark， 佢做嘢好叻，但係佢淨係同自己團隊嘅人傾偈，從來唔參加公司活動。有一日，公司開咗個新項目，需要人做負責人。呢個項目好適合 Mark， 但係老細揀咗另一個人。Mark 好唔開心，去問老細點解。老細話：老實講，我唔係好記得你。我揀嘅嗰個人，我喺好多場合見過佢，傾過偈，我知佢有能力處理。呢個就係人際網絡嘅殘酷真相。你做得幾好都冇用，如果冇人識你，冇人記得你，機會就唔會落到你身上。作者話，好多人對建立人際網絡有個誤解，以為建立人際網絡就係去啲社交活動度派卡片、加社交媒體聯絡人，然後就算。但係真正有效嘅人際網絡唔係咁樣嘅。真正嘅人際網絡有幾個關鍵。
第一，要有策略性，唔係見到人就識，而係要諗清楚邊啲人對你嘅職業發展有幫助。可能係你老細嘅老細，可能係其他部門嘅決策者，可能係行業入面嘅關鍵人物。你要主動去接觸呢啲人。第二，要提供價值先至攞價值。好多人一見到有權勢嘅人就即刻去求幫助，呢個係錯嘅。你要諗下，你可以為對方提供咩？可能係一個有用嘅信息，可能係一個介紹，可能係幫手解決一個小問題。當你先幫人，人先會記得你。第三，要保持聯繫。好多人識完人之後，就算等到需要幫手先至揾翻對方，呢個太遲啦。你要定期同人保持接觸，唔使成日，可能係幾個月發個 message， 分享篇有用嘅文章，約出嚟飲杯咖啡，呢啲少少嘅互動會令你嘅關係保持活躍。第四，要擴闊你嘅網絡，唔好淨係同同級嘅人建立人際網絡，要識埋更高層級同埋跨職能嘅人。點解？因為唔同層級、唔同部門嘅人，佢哋手上嘅資源同信息都唔同。你嘅人際網絡越多元化，你可以接觸到嘅資源就越多。書入面有個研究好有趣，史丹福嘅社會學家發現，其實幫你揾工最有用嘅唔係你嘅好朋友，而係你嘅弱連結，即係嗰啲你唔係成日見但係都算識嘅人。點解？因為你嘅好朋友同你嘅社交圈重疊，佢哋知嘅嘢你都知，但係弱連結嘅人，佢哋身處唔同嘅圈子，佢哋可以帶俾你全新嘅信息同機會，所以唔好忽略任何一個連結。可能今日同你傾兩句嘅陌生人，幾年後就係幫到你嘅關鍵人物。作者仲話咗件好重要嘅嘢，建立人際網絡唔係一次性嘅活動，而係長期嘅投資。你唔會即刻見到回報，但係當你需要嗰陣，你會好感激自己之前建立咗呢個網絡。書入面有句說話，你嘅人際網絡就係你嘅淨值，唔係淨係講錢，而係講你嘅影響力同埋你可以調動嘅資源。第六條法則可能係最多人忽略嘅，當你有咗權力，你一定要用。好多人以為只要有權力就夠，但係作者話權力就好似肌肉，唔用就會萎縮。點解？因為權力唔係一樣固定嘅嘢，而係一種動態嘅關係。當其他人見到你唔用你嘅權力，佢哋就會開始試探你、挑戰你，最後你嘅權力就會慢慢流失。書入面有個好經典嘅案例，有個新上任嘅經理叫 Jennifer， 佢好想做個親民嘅領導，所以佢盡量唔行使權力，所有決定都問團隊意見，遷就大家。一開始團隊覺得佢好好，但係慢慢大家開始唔聽佢講，限期過咗都冇人緊張，開會冇人準時。半年之後呢個團隊變到亂晒龍， Jennifer 自己都好失敗。問題出喺邊？ Jennifer 有權力，但係佢唔用。當佢唔設定界線，唔執行標準，其他人就會覺得反正都冇後果，於是就開始放肆。作者話行使權力唔代表你要做個暴君，而係你要清楚表達你嘅期望同埋後果。當有人做得好，你要認可；當有人做得差，你要指出嚟。你要令人知道你係有權力嘅，而且你會用點樣有效咁運用權力。作者提供咗幾個原則：第一，要果斷，當需要你做決定嗰陣，唔好拖，唔好等，就算個決定唔係完美，都好過冇決定。因為當你唔做決定，其他人就會覺得你軟弱，佢哋會開始質疑你嘅 leadership 領導能力。第二，要一致，你個標準要一致，唔可以今日咁樣，聽日又另一樣。如果你有時執行，有時唔執行，人哋就會覺得你嘅原則係可以挑戰嘅。第三，唔好驚衝突。好多人唔敢用權力，係因為驚同人衝突，驚人哋唔中意自己。但係作者話，衝突係領導嘅一部分，你唔可能令所有人都開心，你要接受有人會唔中意你嘅決定。第四，要保護你嘅團隊，運用權力唔淨係對內，都要對外。當其他部門想蝦你嘅團隊，當上面有不合理嘅要求，你要企出嚟保護你啲人，呢個會令你嘅團隊知道你會撐佢哋，佢哋先會尊重你。書入面有個觀點，好多時候唔係你冇權力，而係你唔敢用。而當你唔敢用，其實就等於將權力拱手相讓。作者話唔用嘅權力就係失去嘅權力。第七條法則係成本書最具爭議性嘅部分。一旦你成功咗，你做過啲乜嘢去達到成功，人哋都會原諒你。呢個聽落好似話咁，即係話為咗成功可以不擇手段，但係作者嘅意思冇咁極端。佢想講嘅係一個社會現實，當你喺權力頂端，人哋對你嘅評價標準會改變，
書入面引用咗好多歷史同埋現代嘅例子，好多成功嘅商業領袖、政治人物，佢哋上位嘅過程唔係完美嘅，可能打過擦邊球，可能得罪過人，可能做過啲有爭議性嘅決定。但係當佢哋成功之後，呢啲嘢好少會被提起。相反，大家會開始講佢哋幾有遠見、幾果斷、幾創新。點解會咁？作者引用了咗心理學的光環效應。當一個人成功咗，我哋會自動將佢所有嘅行為都解讀成正面。同一個行為，你做失敗咗，人哋會話你衝動；但如果你成功咗，人哋會話你有魄力。但係呢度有個好重要嘅細微差別。作者唔係叫你去做啲不道德嘅嘢，佢想講嘅係唔好因為驚人哋點睇你而綁死自己。好多人會糾結，如果我咁做，人哋會點諗？如果我咁進取，人哋會唔會覺得我衰？但係作者話呢啲擔心其實冇咁大意義，因為當你成功嗰陣，呢啲聲音會自然消失。相反，如果你因為驚人哋點睇而唔敢行動，你就永遠都唔會成功，而你嘅好名聲都冇乜意義。書入面有個比喻好到位，喺爬山嘅過程入面，你可能會跌倒，會污糟晒，會狼狽。但係當你企喺山頂嗰陣，人哋只會睇到你企喺度，而唔會問你點樣上嚟。當然呢度有個底線，你唔可以做啲違反法律或者嚴重違反道德嘅嘢。呢啲嘢唔會被成功洗走，只會變成你嘅致命傷。但係喺呢個範圍之內，好多所謂嘅規則、禮貌、謙虛，其實都係可以挑戰嘅。例如傳統智慧話你要等夠年資先可以升職，但係如果你表現出色，你可以主動提出。可能有人會話你心急，但係當你真係升職之後，冇人會記得呢樣嘢。作者話呢條法則嘅目的唔係叫你變成一個冇原則嘅人，而係叫你唔好被別人嘅眼光困住。你要為自己嘅目標負責，而唔係為其他人嘅舒適感負責。歷史係由勝利者書寫嘅，同樣你嘅故事都係由你嘅成就定義。呢本書最珍貴嘅地方係佢講出咗好多人知道但係唔敢講嘅真相。好多所謂嘅職場智慧都係叫你做好人，要謙虛，要等機會。但係現實係機會唔會自動上門，你要主動去創造。當然你可以唔同意呢本書嘅某啲觀點，你可以覺得某啲法則太有侵略性、太功利。但係我覺得最重要嘅係你要有意識咁去選擇你想點做。記住，權力本身冇好壞，關鍵係你點用。你可以用權力嚟欺壓人，都可以用權力嚟幫人。你可以用權力嚟謀私利，都可以用權力嚟推動有意義嘅改變。最後我想分享書入面一句我好中意嘅說話：如果你真心想做啲有意義嘅嘢，你就需要權力，因為冇權力，你嘅理想淨係幻想。喺呢個現實嘅世界入面，單有理想係唔夠嘅，你需要有能力將理想變成現實，而呢種能力好大程度上嚟自權力。所以唔好再迴避權力呢個話題，正視佢，學習佢，掌握佢，最後用佢嚟做你認為有意義嘅嘢。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。如果你對呢本書有咩睇法，或者你喺職場遇到啲乜嘢困惑，歡迎留言同我傾下。我哋下期再見。